现代台语版圣经启示录第17章，遐会摕7块碗的7个天使的一个来甲我讲话，讲：来，我要互你看坐伫河流顶面，迄个大淫妇所着受的审判。地上的君王捌甲伊行淫，地上的子民嘛捌啉伊淫乱的酒，啉到酒醉。我受圣神感动，互天使带去旷野。我有看见一个妇人人坐伫一只朱红色、佮充满亵渎的名号的兽顶面。这只兽有7个头、10支角。这个妇人人穿紫色甲朱红色的衫，用金、宝石甲珍珠装塔，手提金杯，缀满可恶的物甲淫乱的污秽。伊的头遐有写一个名，有韵捌的意思，就是大巴比伦，地上淫妇甲可恶的物的老母。我看见迄个妇人人啉圣徒的血，甲为着耶稣做见证的殉道者的血，啉到醉。我看到伊的时，大着惊。天使就甲我讲，是安怎着惊？我要将即个妇人人甲伊所骑迄只有7个头、10支角的兽的秘密甲你讲。你所看到迄只兽，过去有，现在无，得要搁对无知深起起来，最后灭亡。地上的子民对创世以来，因的名无记伫活命册，看到迄只兽会着惊奇怪，因为迄只兽过去有，现在无，后来会搁出现。即个代志着用智慧来理解，迄7个头就是妇人人所坐的7座山，因嘛是7个王。其中5个已经倒落去，一个还伫地，另外一个还未来。若来，伊一定暂时留地若定。过去有，现在无，迄只兽就是第8王，是7个王中间的一个，伊嘛会灭亡。你所看到的10支角，就是迄10个还毋捌统治的王。毋过，因为得到权做王，甲兽做伙统治一点真久。这10个王同意将因的能力甲权柄交互迄只兽。因要甲羊羔交战，毋过羊羔会刣赢这个王，因为伊是万主的主、万王的王。甲伊做伙，遐个受呼召、受竞选、忠实的人嘛会得胜。天使搁甲我讲，你所看到迄个淫妇坐地的河流，就是逐个民族、逐个族群、逐个邦国，甲讲逐款语言的人。你所看到迄10支角甲迄只兽会怨恨迄个淫妇，嘛会互伊无意外，赤身裸体，因为吞食伊的肉，搁用火甲伊烧灭。因为上帝将执行伊的旨意的意念下伫迄10个王的心，互因同心将因的国交互迄只兽，直到上帝的话应验。你所看到迄个妇人人，就是伫掌管地上遐个君王的迄座大城。